不，长哪子去了？长哪子为了白鸭饭？这是红薯叶。爸爸，你要帮我摘手不？等我盖下饭哦。怎么配置啊？把后账户。把你这行吧，大猪脚吧。把哪子了？这么嘞？谢谢到走出来噻。嗯。哦，没办是用你啊，那你赶着走啊。这个西红柿也长出来了，还没红。这个四季豆也快长出来了，夏天就到时候就不缺菜了，家里面有点小，再长大一点再吃。我玩说实验器不？我问你要米包吗？
吃饭呢，豆腐、五角、辣子，你把不不辣子，我问断了，完你不断的，这是对五度个，挪一半头，腊肉、酸豆渣。这个，奶奶。好吃吧？好吃，对吧？不是。辣子不辣了吧不？不辣的。然后。辛酸也未放手。